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带您到台北的板桥来品尝法式客家甜点。这是曾经在5星级饭店担任主厨的刘云沈，50岁的时候创业，经过了客委会的辅导，他把对于东式客庄的记忆，巧妙地将客家的麻薯融入了法式的泡芙里面，做出了一道创意料理。现在这一道甜点不但成为了客家的伴手礼，吃进嘴里，也让大家更了解客庄美食的味道。这是客家的这个麻糬泡芙，这是客家的板条咸派。用法式甜点跟客家结合，这是客家人刘云沈的创意。每一道甜点都难不倒他，因为他在5星级饭店20年，还当过主厨呢。用5星级饭店的服务精神开店，果然大受好评。你一下加太快的话，面团太软也不好。刘云沈的店面很简约，老婆是助理兼会计。虽然店面不起眼，但是靠着客家坚韧的精神，半年内就打响知名度。像这个刚开始做这个泡芙，我们拿到路口请人家吃，人家都不大敢这样随便拿你的东西吃。他口中的泡芙现在成了店内的招牌，纯手工也纯天然。这个烤40分钟。坚持好品质的态度，让泡芙大受欢迎。光是桐花季，1个小时能够卖上400颗。看它够不够扎实啊？这个时候就可以出来。要让人吃进嘴里忘也忘不了，创意很重要。在客委会辅导之下，他把客家麻薯加进了泡芙里。我们挤一点鲜奶油，然后把我们做好的麻糬放到这里面。想加麻薯当然是有原因的，因为这可是他小时候最难忘的记忆。那割无了的哈，中间的点心哈，种起把了做点心哈，同时样就看看妈妈去做啊，印象中哈有动情的个记忆哈。加点鲜奶油的客家泡芙口感更滑润。而且这个麻薯里面也有文章的，里头的红豆馅料很扎实，香 Q 弹牙的麻薯配上派皮，口感一绝。我们皮是脆的，吃到里头的这个馅呢，是冰冰凉凉、软软的这搭配上红豆馅它的口感会呈现很多层次的口感。他的创意还不止这个，连法式咸派也可以变成客家味。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板条，它还有一些酱汁在里面。把板条跟豆芽菜加入咸派里，独特的口感挑动味蕾，吸引很多人上门捧场。我们这边是贩卖幸福的地方。中年失业的刘云沈用他的专长不向命运低头，对待甜点相对艺术品，对待客人永远以客为尊。法式泡芙的幸福感，客家麻薯紧紧包覆。法式咸派的吸引力，客家板条精炼加分。客家传统和法式品味，5星主厨变魔法，调和出难忘的感动时刻。